万岁姚龙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着！金龙主体娃娃，结结鸟派，陈朝王。 当着军舰威震南海文军，现在南海文军下三方，士兵受敌。我甚至讲法。好厉害！万对深气，讲会了袂真，唔讲也罢。也知影讲我隔壁的这招的厉害，旋转剑。安尼你的功夫若袂歹了。哎呀，注意啊！哦。这个时阵的白甲妖太特别刀出对方关。 金甲旋龙呢？这不是新皮红袖呢？唔能够照样对啊！好厉害呀！好厉害呀！对方关。 我的左腿中伤啊，拖命来见我的结拜小弟，这个报仇啊！哎呦，奇怪啊！有看火车，俺也无看人个呀。顺这个火车甲停来去，我看走也无远，对，走无远，顺这个火车甲停来去。 就罢了。行。哎呀，大你是怎样？南海文军是怎样？中着。 正气三生军劫一对方关，我对树那所在在要走，突然间，这毒箭射中我的身上，哎呀，这是五毒箭呢，大毒门的五毒箭。是啊，希望我的师兄北海武侯为我报仇，你去，大爷，靠稳起来，大爷。 可怜的南海文军一命乌坏在，大毒门你这人杀亲残忍啊！无冤无仇，为安怎发这个五毒箭射杀阮大个？我若得要报仇，恐惊力量无够，照这个威严交代，一定要来求见着伊师兄北海武侯。有呢，准备。哦，原来你是甲这神臂相守伫咧交结。哎，你那兄你咧讲啥？听拢袂清楚。听袂清楚是？这个就是金甲旋龙啊！ 哎呦，我看你目睭敢若是看错人咯！这个毋是金甲旋龙呢，这个原来就是下三方南海文军。这南海文军就是下三方，下三方就是南海文军，南海文军就是金甲旋龙。迄个明明伫迄个八关机密门安尼哦，腾刻出来，我别人看错去，我敢会看错心？你看这个面敢看好清楚？ 虽然这个面我看无啥清楚，但是这身躯的装扮我看甲清清楚楚。敢若看装扮免会准啦，迄面甲看无清楚，你袂当断定讲这是金甲旋龙啦。免甲伊争论，我问你，你叫做什么大名？
本我升格，过五关六将。哈哈，迄个倒拖刀蔡阳死了，也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啊！我就听好咧，伊是讲过五关六将呢。哦，你要做六将，唔是咧，六将啦，啊，就是占领的占。哦，你要做过五关，要做六将，哈。哦，头拄啊，伊来得甲你交代威严，有讲啥无？交代威严的代志免讲啦。恁这人的功夫来赢我将迄威严的代志讲互你听。假使你的功夫若未赢我，无够资格追求所交代威严呢。安尼啊，爷爷，安尼我想问你，你过五关是啥物关？你先讲一个我听看卖。过五关真简单，金星关、名利关、酒肉关、美人关、生死关，这做五关。安尼我甲你看起来，你是过4关尔，迄个第5关迄个生死关，可能你未过得着啊。哦，别来啊，这个人已经通过5关了，所以我在这个关内关外，会使你讲是真出名就对了。也你头拄咧讲迄个蔡阳，也是我的好朋友，这个南海明君啊，也是我的换贴兄弟啊。所落去呢，你若要爱了解伊所交代威严，恁这班人凊彩选一个出来，甲我单打独战来比赛，功夫若比赢我将详细讲你听嘛。安尼好啦，君主风度就对，爷爷。来，什么人要出去？我仙草王来甲试一个看卖。啥物？仙草王，你唔通伤占权呢？来，让我这个革命三郎来点一个心痛。要互你吼，爷爷好啦，尽量互你穿就对啦。来，革命三郎来领教你这个过5关6将的绝技。来吧，拜下吧。首先，你来听我的故事。我的心中永远7个伤痕。唔卖讲遐啦，你讲要创啥话啦？拖时间。哎呀，唔讲也罢。领教，拜下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哼，甲你讲，你生死关都未过，这个就是老仙阁也仙草王所讲的，唔讲也罢。请就你请啦，是怎样无简单？若讲这革命三郎哦，嘿，请来我吼，三足东盟第一大名。喂，那你输哦，头拄咱的约定啊。是啦，我输我就将这个详细讲你听嘛。因为阮大弟要死的进前所交代威严，就是讲。希望我将这个身躯甲带到北海武侯因师兄的身躯边，互伊看。当时呢，希望北海武侯会当替报仇就对。我证明讲，这个绝对毋是新比凶手金家善良啊，这个真正南海文君下三方啦。不过伊身躯的装扮是安怎去办的，迄个我是毋知啊。这个最好都要见北海武侯宴府，安尼详细代志才会了解。哦，果然这代是啊，喏。你赶紧将这身躯甲带去见师呀！阮对后壁来去哦。听看到底是讲安怎？嘿啦，安尼好郭英雄对我来对我来。唉，可怜老大。我后壁来去哦。我讲哦，咱这阵哦会成功，迄拢总是运命之神来帮忙安尼。安怎讲啊？你唔知啊？独角妖龙出现，特别甲咱输赢时阵，迄就是运命之神现神通啊！自从这只独角妖龙做那个引退呢，甲引去别位，咱唔才当顺势胜过这个南海文君。若无随啊，拢会叫车落白。讲啥？项梁赛伫遮，啥物独角妖龙也不足记载。好啊，卖大战，哎呀，不提也罢。那对后壁扛一扛便知道啊。大呀，6将，生意好过吗？我讲你听啦。哈，师弟怎样心？一言难尽啊。大毒门这是专任，伤害我师弟南海文君，我一定会为伊报仇。系啦，将尸体准备甲掩埋吧。我知影啦，有人要甲你讲话来，大呀。好声人要甲我讲话。迄就是我。客手。面色你是谁？
你若捌食过我仙草茶，大概你就会知影讲，刻苦耐劳、白手兴家的仙草王就是我。哦，我少年时代就拢食过你的仙草茶啊。好，那安尼介好，免性急，伊请坐，大家来谈一个歌，请坐吧。哦，谢谢你。有啥物指教吗？就是安尼啦。为什么你的师弟南海文君，因哪会去装扮做这个神秘凶手、金家善良的模样？这你来讲一个，我了解过。哦，这嘛，嘿啦，看你讲吼，讲来互这群众大家做参考，我甲你介绍，这可能你拢无熟悉啦。那时嘛，上界轰动、上界穿啊，就是这个叫做革命的革命三龙啦这个呢，特旦的第三王子啊，叫做铁娃娃，这也足穿的啦。这个阳台对方官啊，在300步范围内啊，必发必中，这也足穿的啦这边这浑然四号在来啦这位是曾主啦搁一个雷公还未来咧。雷公？迄雷公来你就惊死呢。迄雷公是山医名北上，功夫好歹我是唔知啦。好那医术比华佗比什么变作搁较厉害啦。迄就较早，敢若像黄帝时阵迄个雷校啦，迄拢是这边的朋友呢。这边都是原作钦差大人王平这要扫除郡囂。这歹人要甲消除，扫落去咧，将这个毒角妖龙拢总这要改修理清楚，安尼为民除害，你听无哎呀，不提也罢。伊即马伫要讲伊师弟代志，你就点点互伊讲。哎呦，我煞袂记好，请讲。是在半个月前，大道门的门主大道晓陆爱民叫人提帖来请我的师弟过门的参详代志。经过15天后，发生一件事就对啊。哦吼，那安尼照你讲起来，就这个金家善良会走去这大道门的款咯。我咧想也是跟你同款。可能是虚木分子之计，因为大道门的门主利用金甲善良这领衫裤，互我的师弟穿出来，伫咧作案累累。然后，若是发生到严重的时阵伊得要甲伊杀人灭口，安尼互恁众人信以为真。想讲这个金甲善良已经死在五毒前咯，可能这个金甲善良本身也个温存在这个大道门的内底啊。哟，金王主你认为怎样？是哦，安尼讲起来真对呢。大道门的门主到底是咧做什么勾当？伊是毋是高子国幕考的派下，也是安化王朱典无的妖爷？是嘛？那论大道门虽然毋是安化王的妖爷，也毋是高子国幕考的部下。虽然独立温和，但是呢，伊甲这人拢有所交结。伊所做拢总是犯法的勾当伊在南蛮高子国地界开发数十家樱切园。樱切园种这个樱切花，利用着这个花末制作出一种药香，来调这三教九流啦，这流浪汉江湖术士伫咧食。假使若食了上稳的时阵，非他不可。所以呢，拢真规在伊掌握，以控制这恶道的分子，无恶不作就对啊。要若安尼金家善良，这个神秘凶手可能是藏在大道门，绝对无对。亲像这种无恶不作的人，非杀灭不可。小等下。金龙主，我咧想我的师弟完寿成补了后，还得要灭大道门是恁的代志。基础呢，一定要了解这个金家善良的庐山真面目。你对伊的真面目唔知影，假使讲会当破这个大道门来讲，你也无可能掠到金家善良啊。嘿，言者有理。那安尼麻烦前辈北海武侯，先去探一撮看卖。是，我单人自己到大道门，恁随后再来吧。请。北海武侯宴父，还他进见。听见了，来了。我乃是大道门的掌门人，叫做独君主纪天波，奉教主之令，代理接兵。多谢，请问这个金家善良，唔知有踮内底无？金家善良何事？因为我有一件事特别甲伊讲，我的师弟南海文君谢三丰所交代的威严啊。哦吼，原来你是南海文君谢三丰的师兄嘛？哎呀，独君主，你为什么用这个五毒天特别将我下山呢？哼，因为你交结着于正义三生的人，你来了解我的真相，同时特别看出金家善良的庐山真面目，
叫你不得啊！来人喽！人叫赵义，给我对杀！引导君主，了不得叫赵义，专车九龙饭店，听着，西域三线，来。南蛮三都，因两个人分作两路，一定要消灭北海武侯燕府。同时，那正气山庄的人插手者击杀不论的，准备了。严守大毒门呢？大贤啊，已经咱真听说。哦，伊安尼那行情很通讲啊。是啦，可能咱这边的风声老实，也当要去何收？小等下，那安尼大毒门的组织也非常的惊人，咱即摆要去破这个大毒门，费一技之言，暂时等下咱正气山庄用精蓄锐，要多谋良策，好破这个大毒门，消灭这匪徒。对，金盟主讲安也是真有道理啦哈。咱大家先等下静养一下，再来拍算。走嘞！正气山庄的人统统该死！无啊，你是什么人啊？咱沙湾是为安怎样多个来这里飞，什么意思吗？哈哈，岂不是南蛮三都王？我就是叫做长都王万一贯，我是湘都王海孤魂呢。独都王高中国，要来消灭你这正气山庄的人，看到？小等下，3对3就好，革命三郎，在，杨太，你大了？先草王啊，安呐，你叫因转去吼。谁那边呢？因为即马这歹人惊用调虎离山之策，咱伫这个台也唔对伊后斗抄，咱的正气山庄去用攻击着。还呢？是，你叫因倒去。喂，恁大家等下，大家等去，我留我阿狗做因三个路啊，恁大家拢等去正气山庄啊，好来啊！来，3对3。哦，你开始。一个。一对一个输人唔输阵，啊输阵都来看面，不提也罢。双方经过报业，旗鼓相当，兵分秋色。因为南蛮三都王独稳之法，数机神能，寒流接轨，看情形不对，也准备要逃离现场。走啊！对，小等下，万兄对，革命的你的功夫实在有厉害。哎呀，万底亲兄讲话了未真，未讲较快了，唔讲也罢。我感觉奇怪哦。南蛮三都王甲咱战，经过数回合，伊都无输，也无中伤，那会不战自逃？这唔知有啥物规矩？爱留神哦。哎呀，无问题了。伊要食人，咱要食什么人？对，嘿啦，都较注意就对啦。连面都走，连面都来，这是气死我哈！我这个革命三郎要气来到地，实在影神经拢袂稳定。我你讲，这个卖差别，等下正气山庄再来拍算啊！未到等下正气山庄，安尼伊走咱嘛走，到底是狗惊狗啊，狗惊狗？讲啥啦？
讲看哪有较怎？啊，唔讲也罢，赶紧来等下正气三庄，就再回验。雷公啊，金王主伫咧讲这代志，你家想想咧是安那？我咧个想，这班人可能是服用这个樱赤花的花末。哦，啊，樱赤花花末，咁很厉害是？樱赤花，若是照这个理论啊，这个花是药火，会使人无限的兴奋，同时也麻醉人的神经。若是食过量，会致死。这班稳君子已经上稳太深啊啦，无法当自拔，所以完全要靠这项这个樱赤花来支持的精神。啊，他这是要如何？即摆咱的目的是要甲修理镇杀你咧？我做医生的立场袂使安尼做，我会使这稳君子来解毒，来救因的性命。啊，若是恁的立场呢，是爱甲抓起来，唔通互伊死啊！啊，要哪抓？迄功夫厉害，要哪抓？即摆就安尼啦，用这个长期剑法。哦，长期剑法是。剑到互伊这个药气过时阵，伺机无力，伊当阵就会当甲伊抓起来，抓起来我再来甲医啊。安尼讲起来是真有理哦。二贤呐，我老是我贤呐。中暗器，这中人毒针啦，毒水啊！怎样咧？赶紧将这性命大哥甲扶入去内面，甲伊解毒。我知啦。哎，贵宾呢？别惊妖太，咱三人出阵。哎注意哦，讲什么河山的钻毒针呢？哎呀，什么毒针啊？我这个贵宾的过去，好啊，过去啊，卖钻，唔钻也罢。贵宾三龙三剑，又是西域三段，相逢霸气如头如血。我来啦！3万3道红的坐镇，现在形成3对啦。金王主因三人踏入到危险的境界路。老师，伊倒是叫什么人伤着？变身血淋淋。这个免管啦。我若是一礼拜无转来，你就要赶紧去拜别人为师吧。师尊啊，你要倒位？我这要甲正气三庄来找雷公啊。老师，弟子随你同行。唔免啦，你赶紧回转半瓶武器。使了。天下名士莫功名挑起来啊！真个我来甲想想呢哈，做一寡功德，真个温馨呢。你是恁阿潘呐？先知先晓得好呢，你唔通要甲想呢？这摆互你未想呢？我做内省呢，你们甲想落去，这就应该呢，就温馨。你是恁阿潘呐？你唔通阿潘，你阿潘我生气哦。天下名士莫功名留咧给我。阿三你还没来想，你问到啥人呀？大道本的教主，大道晓龙爱đình。人家我管你什么đình啊？听我的啦，别人都袂使安想。你若无将这个人给我，将惊你的生命危险。变化咧，命赢咱听。安尼好，提高警觉吧。奇妙！虽要渡人千心魔，就要对付着这个大道晓龙爱đình。大道晓是安怎需要歹功名呢？请看续集便知分晓。